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ohnny 啊。今期咧喺中山嘅板湖市中心拍一個樓盤，叫做山水印象。而家6000零蚊嘅單價咧，就可以攞得一套4房嘅單位，仲係做到南北通嘅。你睇到咧，小區環境咧係超級正嘅。一期嘅業主咧已經係入住咗噶啦。呢個樓盤咧係超級有人氣嘅，因為佢出門呢度咧就係我哋樓盤過嚟嘅一個超大型商場啊，衣食住行全部生活配套係滿足到嘅，入邊商場咧乜嘢都有得買嘅。嗱，我買杯奶茶飲緊啦，超級舒服噶，即係行步路幾百米就可以直接到呢邊啦。門口就有咁方便嘅交通路線啊，去邊度嘅地方四通八達，超級正。衣食住行超級商場、濕地公園、兒童遊樂場，全部都係成熟咗安排到位噶啦。最重要嘅係乜嘢啊？香港朋友翻去香港咧，都係30零分鐘嘅車程，直接到達港珠澳大橋噶啦。交通咧係非常之方便嘅。我哋而家上去睇房先。上到嚟10棟30樓嘅實體單位啦，佢係2梯4房嘅。呢套咧係03單位116平方，做到4房。咁呢邊咧係入戶嘅地方啦，你可以作為一個鞋櫃、收納櫃，直接到頂嘅。嗱，第一間房咧係細細地一個客房啦，或者你嘅長輩房都冇問題噶啦。過嚟就係南北通雙陽台嘅4房單位。喺中山嚟講，有呢啲咁平嘅單位咧，真係好難得。最重要嘅係乜嘢啊？佢有光景啊，前面咧係冇任何遮擋嘅光景房啊，超平超靚嘅光景房。樓下咧就係公園同埋我哋嘅兒童遊樂場，衣食住行咧係超級方便嘅。所以你話喺中山買套平平地又想有咁靚嘅光景房咧，呢個樓盤呢套單位就值得你擁有啦。咁我哋睇下呢邊嘅休息區先，佢係做到動靜分區嘅4房啦。嗱，第一間房都係一樣有咁靚嘅光景可以望到嘅，即係而家咧開發商係無批交俾你，無批出售嘅，你自己任何點樣操作、點樣去改動、點樣去做都冇問題噶啦。嗱，呢邊咧洗手間啦，過嚟呢間咧係陽光房啊。都係一樣睇到我哋嘅城市界面、城市嘅景觀嘅。哇操！比較開揚、比較好嘅一個樓盤啊！即係我哋而家係30樓，佢嘅風咧係好大嘅，好通透、好舒服嘅。過嚟嗱，主臥嘅空間都係一樣有光景睇光景，所以你話幾十萬喺中山買咁靚嘅光景房咧，係超抵玩、超正嘅。過嚟退休養老享受咧，呢啲環境呢啲 view 唔係超級享受咯，超級正咯。即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下邊評論3個6或者關注我嘅頻道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